各位，屯門公路爆水管仍然未修復，深夜開始，屯門區大範圍暫停食水供應。受爆水管影響，屯門公路入元朗方向挨晚交通仍然擠塞。水務署話，港鐵兆康站附近一條直徑900毫米食水主幹管爆裂。署方預計夜晚11點鐘開始，包括大興村、山景村、良景村、田景村同多個私人屋苑會暫停食水供應。屯門醫院、青山醫院同小欖醫院都受影響，醫院服務暫時唔受影響。詳情請留意11點3晚間新聞。促進銀髮經濟工作組公佈一共30項措施，聚焦5大範疇。其中促進銀色消費有11項措施，由商務及經濟發展局牽頭，推動商界加重銀髮經濟元素，包括喺展覽、電商同零售層面上加入更多迎合長者嘅產品同服務。而財富局有7項措施，推廣銀色財務同保障安排，推動年金市場發展等。當局亦都會加強釋放銀色生產動力。新聞提要報道完。各位，海洋公園大熊貓龍鳳胎家姐細佬正式命名為加加得得，園方又開放高地區域俾佢哋攀爬山坡同樹木。兩隻港產大熊貓 BB 棲息範圍延伸去到大熊貓之旅入口附近嘅高地區域。兩姊弟已經9個月大，都超過21公斤。海洋公園話佢哋喺呢度有多啲地方攀爬同埋跑動，可以喐動多一啲。3、2、1，園方亦都正式公布兩姊弟命名，家姐叫嘉嘉，細佬就拼音之後如意家國騰飛，人民幸福，得得得得，寓意如意，香港事事都得，亦都代表住中國人嘅美德。無線電視記者黎再珊報導。教育局正式公布，將會連續2個學年提高官津中學開班線。今年9月新學年，中學開班線會由每班25人上調至27人，26-27學年會進一步調整至每班29人。教育局又宣布推出先導計劃，俾現時有4班中一，而且校舍條件許可，可以申請4班變5班，但會設配額。局方早前已經同學界代表開會，介預期新措施之下，弱勢學校或者面臨殺校危機。呢一節新聞提要報道完。